慈宝老师，预备。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平安，平安，新年恭喜！新年好！新春的开始，数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时时与我们同在。主是配得我们尊崇的。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敬拜，恳求圣灵的江河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请你来。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你，生命的江河流流，自由永流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33篇18节这样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在农历年后的第一主日，我们恭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献上感谢赞美。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一起来找人加添力量的天父，领受新酒新有的浇灌，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新春的开始，我们谦卑恭敬的到主前敬拜，向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感谢你从年终到岁首的保守看顾，靠神我们要得力，我们就无往不利。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要颂扬宣告神的呼恩在我和我们的家人以及在座的每位互强家人当中。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必看顾着我们。我们要把尊贵荣耀都归给那配得我们颂赞赞美的神。天父，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界，能定睛在基督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渴慕来亲近你，预备好被主扩张。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美好，在这爱的关系中重新得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向神立下心志，我们要与神与我们的天父同行，朝着要我们得地为业的目标努力。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圣灵的引导，过敬虔的生活，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教会来祷告，祈求圣灵和神的大能大力丰丰富富的充满在富强教会，让神的爱和合一的人充满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权柄和力量，求你的爱和合一的灵充满在富强教会。我们众信徒要定睛在基督心意上，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众信徒在生活中真正活出基督的爱。恳求你浇灌新鲜恩膏，使富强教会充满你受你的恩典和慈爱，吸引周围的百姓及居民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要领受犹大支派敬拜赞美的恩膏，赞美将成为富强教会的语言。我们要称谢进入上帝的门，赞美进入神的院。在赞美中，神你要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使富强教会成为祝福人、合神心意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圣灵的江河流啊流。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雅各书5章16节这样说：一人祈祷所花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让我们一起来为病痛中的肢体、家人、朋友祷告，相信我们的祷告必蒙神垂听，一起经历主的平安与医治的大能。一起来祷告。父神，
奉赐给病痛中的兄姐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不看眼前的困难，单单仰望神，坚定相信神必为病痛中的兄姐同在，经历神医治的恩典。求神加添身体的免疫力来帮助他们，使他们的身体营养吸收良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高台，你将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底气。满有能力的父神，对我们绝对是不离不弃，并且非常乐意施恩搭救，做我们需要时的供应。治疗都有好的果效，叫人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所有的处境都能对我有益。恳求神差派天使天军，为正在罹癌、抗癌做化疗的兄姐征战再征战，得胜又得胜。感谢赞美得胜的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来为主日学的师生身心灵，特别为主日学的校长玉凤校长，求神恩膏高抹在玉凤校长身上，让他有属灵的远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让每个孩子从小就渴慕真理。一起来祷告。我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大有能力，你的慈爱供应直到万代。我们开口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你的眼目看顾主日学所有的师生，他们要领受饱尝你的慈爱，身心灵平安。圣灵啊，你的恩雨不停止，高抹充满玉凤校长及所有的主日学老师们，在他们的生命中制造神的心意，满有智慧和能力。主，你要带领我们，带领他们生命得胜有余，天天与主同行。主啊，你是大教师，是一切的主宰。恳求你祝福玉凤校长领受从你而来的聪明与智慧，培育他优秀的领导能力，帮助他教学规划充满吸引力、创意与乐趣，叫孩子们热爱来主日学上课，渴慕领受真理的教导，学习有果效。真理必成为主日学学生们生活中实用的帮助，塑造肢体彼此连结，发展成为爱的团契，关系深深扎根，成为未来彼此的祝福。当枝子连于葡萄树，就充满信心和盼望。感谢耶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为青少年来祷告。这世代的青少年都有离神，求神兴起青少年为主所用。我们特别为青少年的牧师曾瑞平牧师来祷告，求神加添曾牧师属灵的看见，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陪伴我们这群青少年。一起来祷告。耶稣，你的爱神奇伟大，求你的荣耀彰显在这现今混乱的世代，求你保守护卫这世代每一个年轻的生命，使他们流浪的心回到属灵的家，救他们脱离世界情欲的掌控，不忧虑不丧志，是他们辨别诸灵的恩赐。年轻的生命被主触摸，经历神，向着标杆直跑的热情洋溢，成为神国贵重的器皿，生活以耶和华为乐。祝福他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传扬福音。求圣灵启示瑞平牧师的牧养事工，领受上头而来的权柄和智慧，眼目对齐于神，明白神的心意，遵行神你的旨意，用爱心耐心陪伴这群青少年。瑞平牧师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富强教会这个爱的大家庭，大家同心合一，
祈求这群年轻的领袖要快速的承载、传承，成为富强教会福音事工的大主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路上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路上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神在，神在，神在，喜在，敬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魔鬼宝座羔羊。神在，神在，神在，喜在，敬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魔鬼宝座羔羊。神在，神在，神在，喜在，敬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魔鬼宝座羔羊。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我受造是为了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住，你的荣耀我不住再次宣告，我受造是为了荣耀神。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是的，主啊，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我受造是为了要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以你的荣耀，我不住敬拜，我不住敬拜。
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香，不停升起。赞美主，在你的救恩中，我们不住的赞美、感恩、喜乐。神啊，感谢你在新春还在假期当中，我们经过了这个美好的春节假期。主啊，再一次你的圣日，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我们要从神得到新的力量，迎接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的岗位、自己的服事、自己的家庭，都得神的恩典。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圣灵亲自动工，让我们的心灵被神开启，让我们的心智被神所激励。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生命记30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但是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淀在回忆中。看哪，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上主，你们的上帝要使你们事业兴隆，多子多孙，牲畜繁多，五谷丰收。他曾经乐意使你们的祖先繁荣，他同样要使你们繁荣。但是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这法律书上他的一切法律诫命，你们必须一心一意归向他。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是底波拉小组，献诗歌曲是为何对我这么好。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向牧师讲道。向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全心向主迎新事。我
感谢主，我们用拍手一起来赞美主，感谢。我们谢谢底波拉小组用这首诗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们希望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另一半对你这么好，因为学习主耶稣用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领受这样最美好的祝福，让我们更深的体会、更深的了解、更深的确信。感谢主。我们很难得今年从礼拜天休假到下个礼拜天那这个春节，尤其我们是一年的开头旧历年的开头，也是上帝的主日，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听说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几十年以后才会碰到，那所以呢，我们还在春节的喜乐当中，我们给隔壁再祝福一下祝你新春蒙福，恩典满满，好不好？来，给各位注意一下。感谢主。那既然还是在春节当中了牧师今天用同样是春节激励的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刻，在我们整个礼拜都是假期当中，我们经历到了亲人家人团聚的喜乐，我们也到处去旅游行春，看见神创造美好的世界。虽然假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确信神要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要透过主的话语一起学习，一起勉励，一起造就。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灵的启示也跟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牧师分享的是从第2段经文做开始。不过我们第1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刚刚我们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但是很多人应该很熟悉的是和合本的版本，所以我把和合本再放一遍。我们要请大家一起念和合本，会比较熟悉，好像你背过嘛好不好？18节背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这段话，我想你任何时候读，你都会觉得充满了励志，对不对？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祝福，这样子不过19节大家很熟啦，但是重点可能我们要再回到18节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疑惑啦，如果没有全文都读或是前后的历史背景，你会觉得说，上帝好像告诉我们人家对我们有恩惠，我把它忘掉算了以前呢曾经很多人帮助过我，我不要记得，不是这个意思。神是在这件事情要让以色列人重新看见他的祝福，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他们曾经灭亡，他们也曾经被敌人所追打，他曾经背叛过神。神是要他们重新来过，不要被以前的失败、以前的挫折、以前的没有盼望所辖制住。那今天我们从第2段经文生命记的经文，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现在中文译本呢，它有点倒装的感觉神先讲祝福的事啦，他说：上主你们的上帝要使你们事业兴隆，多子多孙，牲畜繁多，五谷丰收。他曾经乐意使你们的祖先繁荣，他要同样使你们繁荣。看起来就是春节最好的祝福的话，对不对？你抄一遍寄给别人，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们也常常没有注意到下一句。我说现在中文译本它是先把祝福讲在前面，但多了一个字，就是但是。
换句话说，要从第10节开始做，你才会得到第9节的应许。他怎么说呢？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法律书上他的一切法律诫命，你们必须一心一意归向他。今天的主题叫做一心一意，或是全心向主。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得着第9节的所有的福气恩典？好，他说：牲畜繁多，多子多孙，五谷丰收，事业兴隆。大概我们春节祝福的话，那都写在里面了。好，你再怎么写都逃不过这一些吧。但是神说你要听从他，写在律法书，你要一心一意归向他。基督徒要蒙受恩典跟祝福，你不是没有期待、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努力的是，我怎么样达到神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怎么一心一意的哈。这个是我们有一个流程，今天一起要来学习的哈。什么叫全心全向主的生命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要一心一意归向他。他说：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这法律书上他的一切法律诫命。哇，必须遵行一切，好像神的指示哈，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偷斤减两的，没有什么打折的，你就是一心一意。那看见我，你再看我怎么样把恩典施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算起来从人性的角度，真的不是很好做。我要得到，但是我要先做到。但是神怜悯我们，刚刚我们不是听底波拉唱了一首歌吗？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就是一再的提醒你，我要给你呀，你来吧，一切无条件的要给你。感谢主。我们说全心向主，我们需要得着恩典了哈。这段经文给我们3个指示。第一个，上主我们的上帝要给你们事业兴隆，祝福就在这边了哈。我们不是新春开始了，大家都是事业兴隆五谷丰收嘛我们初5开市，对不对？很多人就棒跑啦，还有点香点烛啦，拜拜啦，希望能够给他们丰收。其实神已经预备好了。还有我们的教会的兄姐，初信的兄姐说：“哎呀，人家那个初5他开始开市都要摆香案拜拜我现在信主了怎么办呢？说怎么样得神的祝福啊？我们说就是念经文圣经的经文，或是唱诗歌一起祝福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哈。第二个他说，全心向主要得到什么？多子多孙，牲畜繁多，五谷丰收。这个当然是我们早期传统的一个丰盛的代表，因为在那个游牧的社会，在农村的社会，这个就是代表神的祝福嘛。而且神的应许是什么？主的应许是他曾经乐意使你们的祖先繁荣，他同样使你们繁荣。弟兄姐妹，我们都熟读或是知道旧约的整个历史的背景。上帝怎么祝福他的祖先呢？以色列人祖先从亚伯兰开始亚伯兰本来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一个不信主的社会是神亲自呼召他，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神老早就把福气预备好要给你，而是你愿不愿意来领受所以他把这一些曾经跟随主、愿意按照主的话行的祖先所赐的福，已经一个一个历历在目了，把这些故事都摆在前面了。神说：“我怎么样让你的祖先丰盛，也要同样给你，只要你一心一意来跟随我。”神使亚伯兰丰盛，即使他们的子孙到埃及，同样300-400年一样的丰盛。他说人口众多，连法老王他们都紧张了啦。连在旷野那么多年，神还是供应所以归结到最后是你的信心在哪边，你的倚靠在哪里？如果有，你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好像在整个路径。所以我们从这些话里面看到了
主要行新事。上帝是一个行新事的神。刚刚读的经文传统的就是现代中文里面他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眠在回忆中。我有新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看得见。你们看得见换句话说，不要沉眠往事。刚刚我提起了，以色列百姓曾经悖逆过，在士师记当中一再一再的反复那种悖逆的行为，但神是一次一次用慈绳爱索把他们拉了回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再被过去的失败经验所捆绑，因为我要有新作为，事情发生。他说是现在是的你们要看见。所以这句出名的话说，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这是在人看见不可能的事情当中，神在那边继续施行他的恩典。换句话说，神是做人看作不可能的事。愿神在你我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在你的身上、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也是开辟道路，也是在沙漠里来挖掘河流。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是要寻求这位除旧行，就是除去我们旧有的你的不好的记忆，你的软弱的部分，你要求这位做新事的上帝。那我们要讲一个话题啦新春嘛这个话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待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整理环境啦，我们希望新的有一个开始啦。但是更核心的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健康的心啦。我们说健康是每一个现代人所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认同健康很重要，所以一句俗语说，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上个礼拜牧师在分享当中说最近有一个调查，专门对1000多位长辈来问卷说，你觉得一生中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年纪大了更重要，就是健康，第一名就是健康。那我们很能理解说，人生病的会怎么样？一旦生病，就会想尽办法要医治嘛，四处求医啦但是我们知道，找寻医治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常常忽略到了我们所谓心灵的问题，就心灵健康的问题。因为你常常把身体显现的症状，你是寻求去医治这个部分，但是你的心却没有去得到医治。箴言18章14节，箴言18章14节，他说：求生的意志使人忍受病痛，意志消沉，希望也跟着丧失。他这2段话，意思说，你有求生的意志，即使有病痛，你都愿意挨过去。特别我们看到一些冒险的电影，对不对？一个人他真的求生意志强到，他可以拖着病痛，在战场上他可以忍着病痛，好像一种求生的意志会让你的细菌被压制，或者说你的花园会被压制的感觉但是他说意志消沉，希望也跟着丧失。当你的意志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有求生的意志，再怎么病痛我都能挨得过去。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病重的人一直鼓励他说，你会好不要放弃努力看到有一些神迹，就是在他的这个求生意志强就会苏醒了，或是得健康了。所以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当你没有希望，失去希望，那一切都消失掉。所以心灵的健康很重要，失去心灵的健康就是失去幸福。15节说，明智的人心渴慕知识，聪明的人耳听智慧的言语，这样子。所以我们从一个迎新式的上帝是先处理我们的心灵的健康我们有几个点一起来学习恢复心灵健康的方法。第一个是将过去交托给天父上帝，将过去。刚刚我们读了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他说：若一直受过去经验和生活影响，就没办法经历到更新。上帝是每天行新事的神。换句话说，原理是一样，但是你要面对不同的变化。如果有人一直在成功当中，他可能因为一直
沉湎在过去，他就忘记了去面对新的挑战，他的成功可能变成他的失败。最近可能很多我们在座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比较常常网上购物，对不对？上网购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啊，这产业的新闻，他说我们台湾啊，这个市占第一名很久的 PC Home 这一个网络电商去年发生很大的变化，执行长啦那些领导都辞职了，因为生意被另外一个电商Momo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其他国外的电商像中国的电商啦那个新加坡的电商都来了。然后他新闻分析说这个 PC Home 他没有做错什么事他们也一直保持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没有做新的东西，没有做新的东西，他没有做错，他仍然保持不改变，那就整个都流失了。我们印象最深刻，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买东西都上网去 PC Home 买东西，他最先发出什么？他说当天到货，对不对？24小时到货大家觉得很新鲜呢。我们要买东西，竟然1天就到货了。但是竟然后来，他整个市占率就萎缩的那么严重。他们换了新的执行长，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不知道。但是他们说到统计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市值已经输给这个 Momo 这个电商才占5%他剩下5%，其他都丢给了这些新的电商。有些人沉迷在过去的荣耀，沉迷在过去的成功，但是因为你以前太好了，你不晓得改变，成功变成你失败的开始。但是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有些人曾经失败过、挫折过，比如说考试考失败。我们年轻或是小时候就有这种经验，因为数学考不好被老师骂，从此就不喜欢数学了。英文发音不好被老师笑，那以后就从来不喜欢英文了。很多人是这个挫折了。换句话说，另外一种挫折是我一直不想回顾那些挫折失败，所以我就不想进步，不想进步。日本现在遇到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新的一代他们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耍废在家里面，或是被父母亲养，因为他们觉得再怎么努力都没效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过去的经验是什么，也许是成功的，但是有很多是挫折、失败的，甚至是羞耻的。那你怎么办？神说你要去经历行新事的神，过去的侮辱，或是过去的失败，或是过去的羞耻，你要被神所医治，重新来过。那这个是我们迎接新的一年很重大的一个要求。像保罗也这样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他不成功他说我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是应该做的事情做满了，但是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神要我们在过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你不要被前面的事情所捆绑。第二个是我们要查查跟反省了。我们自我查查跟反省是一个迎接新事的重点，因为有可能新的东西经过你没有自我反省，新的你也不晓得是对你有帮助的、对你有用的，那就让它过去了。机会来了，又过去了，因为你没有察觉，没有这个领悟。所以，上帝是给人自我省察的能力。记得，神给你自我省察的能力。我们老早就从老祖宗的话说：“我吾日三省怎么样？三省吾身。”但是三省行什么很重要，是一直强化你的失败吗？强化你感觉自己什么一无是处吗？还是你要你改变？神要给你一个改变的契机，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一些啦。我们不节制跟骄傲，顽固跟叛逆，或是因为缺乏审查造成的心理疾病，或者说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你心上，你不把它除去，你不把它清掉，你就会成为你永远的一个疙瘩，
你永远无法向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春节或是新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在年初的时候，用极大的盼望、梦想和祷告来迎接新年，哇，充满的斗志。但是开始了，就一件一件把你消磨你的士气，这个失败了，那个不顺利了，慢慢你就消磨掉。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就回想过去365天，当初所怀的梦想、美丽梦想、盼望跟期待，因为没有成就。他就感叹遗憾了，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嘛，常常会这样子啦。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说，不是重新来过，而是除了，像大扫除一样，清除心中的伤痕、懊悔跟罪恶感，让新的盼望、梦想跟期待能够留在心里面。要怎么做呢？悔改来进行心内的大扫除。在回顾过去中反省跟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被一个特定的名词，把一个刻板印象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印象，那不好。我们常常在讲说认罪悔改，你给你的意思是什么？好像你低着头垂头丧气，好像落水狗一样，没有人管你。这个不是正确的态度。认罪悔改才是基督徒健康成功的开始。为什么呢？什么叫认罪？不是你犯了什么错头低低的。有时候被警察拦下来说你违规你也会很生气，对不对？你会一直被那些负面的东西绑住了。但是基督徒的悔改是什么意思？认罪是说我发现我不对，哪里错了，我要改。我们在那个信仰告白，或是我们基督徒在做一个真道问答的时候，常常会讲说，人犯的罪是什么意思？我们常会被那些恶劣的行为啦、杀人放火那个罪把它刻板印象。其实他说认罪的意思是说以前我没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啦，我跟神脱离了关系我要认这个罪。这个罪就是说，我要恢复跟神美好的关系。我们说悔改，悔是什么意思？悔的意思是说，我原来做的事情不对了，我要重来了。我们弟兄姐妹很常在春节会喜欢煮一些新的菜，对不对？你刚开始煮的话，有时候太咸啦，或是太油啦，或是火候不够啊，你总不会说我对错了，我不敢做了，不是我再试看看对不对？你火候怎么处理？要试验好几次很多科学家在实验室当中也不是这样吗？所以悔跟改，就是你有悔还要改。悔就是做了错的事不要再做了，改是改变所以改是因为要迎接做新事的神，让神的心事在你的改变当中，你的心思改变中得到新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改呢？我们怎么样悔呢？第一个，我们是否有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顺序在回顾过去中反省悔改，第一个是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那上帝最关心什么？我们是否认识、敬畏、敬爱、感谢神？这个很重要。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普通的陈述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做敬拜。你有没有感觉说，我也一起敬拜，我要参与这个敬拜？千万不要把敬拜团看成是在表演你们在欣赏，还评论说谁唱得好不好，音乐节奏对不对？那个都是错误的。神是借由这个敬拜团带领你进入到敬拜的水流当中，因为神喜欢这样子，喜悦这样子。你有没有这样子专心的敬拜他、感谢他赞美他？还是说这个唱歌唱完了我再进来这个跟我无关？你要迎接神的恩典，你的账目打开了没？你的领受的盘子打开了没？这个敬拜就是开始要打开你说关起来收好进来，人家领了一大堆，你都领不到。所以敬拜的意思就是神看你有没有敬爱，一心一意来敬拜他。第二个，我们是有尽心传扬他的国。
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心智了哈。我们在这几天当中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亲友见面呐或是工作上，他们都会讲说，我怎么样尽我的方法，尽我的机会传福音。有的是说家族在一起，有的不是基督徒，我就借这个机会一起引导大家一起感恩祷告啊。那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想你要祷告啊，就是用尽各种方法为了要传福音，这个是上帝所关心的事。第三个，我们是否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是否为了追求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生活祈祷和努力，而不是还一直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但神不喜欢，你愿不愿意改变？那就是我们说悔改的意思了哈。不是你做错事情了要处罚，不是。那第二个点是，我们是否过于吝于吝于就是不想饶恕，我们没有过爱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领受祝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一点我会过不同的方向一起分享。我们先看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耶稣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换句话说，神是一个前提的，你要先学会饶恕，神就会饶恕你。换句话说，刚刚我们说悔改，对不对？我愿意改变，但是你自己都不赦免别人，然后要神跟你改变，这个前后顺序很重要。那这段经文，我们就想到我们人性了人往往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我们有些人看到严以律己，哇，真的很尊敬但通常我们都是对别人很严格，但对自己很宽松我们常常不悔改己罪，却不断去定罪别人。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悔改，这个就是悔改的一种改变，愿意改变，悔改愿意改变。所以，当我们明白自己的过犯，认罪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名词叫做圣洁的愚人很圣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是愚者，就是不是耍聪明的不是耍聪明的。那这个重点在哪里呢？耶稣的刚刚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即使有小小的损失，若能保持和睦，反对我们更有益处反对于我们就是说反而对我们有益处。虽然你是损失但是你制造了一个和睦的气氛，所以这个叫做圣洁的愚人了这圣洁愚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要碰得见。第一个，你如果是个圣洁愚人的先生，你会给家庭带来和睦。一个圣洁的愚人的太太不会对先生唠叨，圣洁的愚人不会在团体里面制造问题。昨天我跟谢牧师去参加一个以前教会的会友嫁女儿的喜宴他这个爸爸在台上的讲一个小故事。他说我不会讲太久，讲什么故事呢？他讲说我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得到。他说夫妻在玩象棋玩象棋太太对象棋不大懂，但是他就是想赢了。那先生就故意输他他就赞美太太说你太厉害了。哇，什么飞象啦，什么将军啦，什么到最后输他哇，太太好高兴去洗碗，去洗衣服去做家事了。这个先生说输一场得到了那么多，太好了这样子。他的结论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不是讲理的地方了是讲爱的地方。因为一个小小的下棋争得面红耳赤的很多就不想输给你闹的家庭纠纷一大堆这个故事在讲说，我们其实很多人愿意做愚人，是因为你要让神的恩典在这边产生。所以刚刚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愚人，因为即使有一些损失，但是保持和睦就更加的宝贵。这个是我们这个饶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心灵改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基督徒常常有以下的疑惑，你常会抱怨说，为什么我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祷告，心中常很郁闷。我的心为什么常常忧郁、忧愁跟痛苦呢？感觉好像信仰都没有很真实了。
尤其有时候你说你常常祷告，生活却重担重重，为什么呢？其实其中一个原因，上述这些的困难有许多原因是跟理由是你不饶恕，你心中永远藏着这个不愿意放弃、不愿意丢弃的部分，让你的心永远卡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听到说，如果没有饶恕别人的罪，天上的父亲就把我们关在哪里呢？关在属灵的牢狱、心灵的牢狱、疾病的牢狱、生活上的苦难和试炼的牢狱。或者说，因为怨恨、不饶恕，然后其实你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狱当中，然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都不顺利，那个事情不能达成？神啊，我祷告怎么没有用？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心灵做一个清除畅通呢。所以许多人被关在看不见的监牢当中，他们不肯饶恕别人。所以在新的一年，期待我们要得神的应许，迎新事，你要把旧的丢掉。我记得之前曾经讲一个饶恕的故事哈，我们就比喻说，好像一个人如果不饶恕，心中充满了苦毒，就好像身上带着一袋死掉的老鼠。我们知道老鼠死掉很臭啊，腐烂的老鼠你一直带在身上，你觉得怎么老是闻不到好的味道？是因为你身上一直存在的死去的老鼠。怨恨就是死去的老鼠，不饶恕就是死去的老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除去心中的仇恨？靠人的办法真的有困难。你要学习经历新的恩典，圣灵的同在，让你这些旧的行为完全除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哈？也许讲过，就是越南战争越战50多年前的一个照片，叫做火烧刺身的女孩，应该大家有看过。你看到这个照片，当然年轻的可能没有印象，牧师的年纪就很知道了。就这一张，越战火烧刺身的女孩。这个越南，当时呢，因为越战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严重的时候，美军他们就用燃烧弹烧夷弹，把整个村庄毁掉。他们说里面有什么共产党什么，但是最受害的就是这些孩子。就这个故事就发生说，这个村庄被烧毁的时候，小孩子全身着火，其中一个小女孩跑在路中央，身上的衣服可能被烧掉，或是赶快脱掉，因为着火了嘛，赶快脱掉，就赤身裸体跑着，在大哭的时候被一个记者拍下来。这张照片成为对美国越战的一个大转变，因为美国的反战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说。糟糕，我们去那边不是打越共，竟然是在打越南人，而且这些小孩那么可怜，他哭着，所以这张照片是越南经典的越战的经典照片，不止影响历史，而且诉说一段饶恕得饶重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当时刚刚我讲过了，这个小孩是这样子哈。那另外一张就是美军赶快把他收来，把它赶快处理，因为整个皮都烧掉了哈。你看那个白白的，就是皮都让人家给他做处理。后来这个小孩被带到美国去，被领养，然后做好几次的治疗。这张照片，小女孩叫做潘金淑后来担任联合国的名誉大使，呼吁世界的和平。她怎么做到这个样子呢？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仇恨，他动过17次的植皮手术，憎恨美国，憎恨美国人和战争，心中充满了仇恨。这是后来他自己在分享的时候，这个照片跟这个他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他，那位记者叫做黄公吴在1972年6月8号在那个地方拍下这张照片。就得到了普利兹奖。我们知道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项就是普利兹奖，很多人就是一张照片就得到了很大的名声这是这个黄公吴跟潘金淑见面的时候的照片，他充满着笑容那一个重点是说他怎么饶恕了
他说，最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心因着憎恨渐渐死去了，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生活充满了挫折跟盼望跟绝望，好像陷入看不见的牢笼，动弹不得。就刚刚我讲的一样，就是被关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牢狱里面。什么改变他呢？他是因为后来信了主，在美国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前，他知道说这个苦毒太严重，他不要，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宣告要除去这个仇恨的罪。从此以后，他就看不见从看不见的监牢里面得到释放，心中充满了真实的幸福恩爱，能够去爱别人。这个也是他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反战的大使，联合国到处去宣扬这个战争的可怕，因为他亲身的经历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乌俄战争，就是很多人会谴责俄国你出兵的理由不对，那你战争你要守战争的规则啊，你怎么可以炸人家的村庄，炸人家的那个公寓呢？那个不是你的对象啊。所以有人就要宣告说，战争结束要把苏俄的一些重要人物变成战犯，要来国际法庭要处理他。我们都知道战争是最受害的就是百姓，这些儿童所以怎么样去消除这位姐妹？她是遇到神，被神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从神得到改变？你有什么样的苦毒，讲别人听也听得很厌烦，说你这个苦毒太难过，我处理不了，真的交给神，神会处理。第三个是我们愿意改变过去消极负面的生活什么叫负面消极呢？我们常常成为负面想法的奴隶啦。很多事情你都从负面讲。我们常常强调我们缺乏跟黑暗那一面，老是看不到正面的部分。有一句我们台湾人的俗语我们春节不是吃得很饱吗？我们台湾人都讲话说：“哎呀，要顶死啊，要吃到顶死啊呢。”奇怪，吃得饱，吃得好，应该说哇，吃得好高兴，你就讲说死。台湾人很多话都是跟死有关的骂孩子死囡仔不然就是鬼、垃圾鬼、贪吃鬼、爱靠鬼，就很多负面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种你潜移默化，让你没有积极的思想。那我们要去改变它，因为阻挡发展和进步的是消极的思想。原来一件事情并不是很困难，一被你讲下去哇，困难重重了，举步维艰了。我们常会比较，从圣经跟东方人的一个句话，产生一种很有趣的对比。东西方文化常常是消极跟积极的对面。比如说西方文化，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句话，说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一样怎样待人，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我想希望你对我笑，你自己不笑，我对你有善意，你希望别人对你善意，你是一个人冷冰冰的，像扑克脸一样，它是用正面的。我要别人怎么样，我要先做怎么样。像耶稣说，你们要去爱人。那东方的文化，我们用句话就可以看见，他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那是一种消极的，我不想人家对我这样，我就不要做给别人。那积极的人会过冒险和进取、饶富创造性的生活。换句话说，因为你有一个积极的思想，这个积极要常被神所强化，在祷告当中。所以悔改是一回事情，饶恕是一件事情，然后负面的想法要被神所抛弃，被神所洁净。我们怎么样清除心灵的垃圾呢？刚刚我们讲到这几点，第一点是要清理没有先求神的国和义的垃圾，因为你一直认为说我先追求我自己的，神说但是你要一心一意来跟随我，要遵从我的律法，这样子好，那要清理什么？吝于饶恕跟爱的罪，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些。第三个是消极负面的生活要悔改。
我们期待新的一年，你这3点，你有没有尊神为大，以神的呼召为最优先，走在神的道路？第二个，你愿不愿意饶恕，我把那个怨恨除去？第三个，除去那个负面消极的生活。最后是我们对未来怀有意向跟梦想。约珥书的第2章28节，他说：上帝应许什么样呢？在末后，圣灵必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要做异梦，少年要做异象。换句话说，神已经预备好，让你有这样的梦想跟意向，只是说你愿不愿意抛去过去，然后迎接新的未来，让行新事的神在你身上显生作用。拥有意向跟梦想的人，就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你的心灵也会因为这样子来因此的得到健康，充满希望跟健康。感谢主，神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期待经过1个礼拜，其实是10天的休息了哈。其实从明天新的一年才正式要四龙工商嘛哈，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开始了。我们一起来立志哈，新春我们一起来立志，我们拥有对教会宣教的意向，我们有对国家前途有意向哈，这个少一个字。我们国家刚好也有个新的团队了哈，国家的团队，我们求神为我们预备，因为我们面对国家，好像一方面有一个新的期待，一方面有很多忧虑，好像台湾哈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在我们前面，求神让我们同心一致，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的健康。我们也一起为自己的工作、事业、职场、家庭的幸福有一种意向。记得，是因为我们要迎接新事的神，抛去一些旧有的、一些不好的那些仇恨、那些负面的思想，以及把神的事看作不次要的，这些都要除去。愿神在我们身上显现他的大能跟祝福。新的一年，我们看见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说：神啊，你应许了我们这一切。很多弟兄姐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做一个整理，说神在过去1年曾经对我应许什么事，成就了什么事。我们期待今年我们得到的应许跟成就就更大，因为你愿意一心一意、全心向主。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哈。那牧师做一个报告说，我们等一下祷告完，我们在音乐当中，你愿意新的一年有肉体病痛的得神的医治，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心灵上，我心中有一些难处，不一定讲给别人听，但是神知道，愿意被医治的，愿意被神所消除的，我们都到前面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敬拜团，还有我们的这个带导团队来一起来服侍哈。不要客气，楼上楼下的大家预备心。我们现在做祷告，来预备要开始。谢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是行新事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主啊，我们心中有很多过去的旧行，我们有不求上帝的国和义，我们有不饶恕、不爱的生活，我们有负面的想法。神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神改变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你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改变负面思想的神。主啊，让我们新的一年，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在生活、在家庭、在健康，也同样蒙神这样的祝福跟恩许。感谢你，我们要一起做医治祷告的一个侍奉，求神圣灵同在，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感受到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要赐给我们医治跟平安。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坐着来唱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是新的诗歌，我们曾在朱瑞莲牧师带我们唱过我们请接班人带我们唱一遍了以后呢，我们要受医治的弟兄姐妹勇敢走到前面来。我们也请长老，我们的代祷者小组长
到前面来为他们做服事，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现在唱这一次。我已指着，他是全能的指着，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已指着。第二节，你是我神，来医治。好，开始在唱诗歌当中，我们开始到前面来，不要客气，勇敢到神面前来。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我们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勇敢到前面来，愿神医治你。不要客气哈，站前面，站前面都可以，站一排哈。啊，代祷者在后面。在楼上的弟兄姐妹，你心灵需要得保护跟医治的，都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不要客气。你是我神，我医治我，你是全能。代祷者还有小组长，不要客气，来服侍，因为第二堂同工比较少啊。好，服侍者一起来，小组长一起来。你是我神，来一两个带歌就可以了哈。好，小声，声音小小的，音乐继续，我们开始做服侍啊。如果有服侍缺人的，我们在第二个，我们开始来做服侍的祷告。啊，也可以让开一点，比较方便一点。也许你可以告诉代祷者你需要的祷告是什么，或是全新的由同工为你祝福。前面还有一位哈，前面还有一位。还有没有同工来帮忙服侍哈？长老啊，长职。带小组长那边不要客气，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都可以啊哈。慢慢来，有的是有缺两个，右边还有2个哈。我们继续诗歌，继续。祷告完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还没有完成的继续哈。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们再一次。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你是全能医治者，他已发明。有如果还没有接受祷告的，可以摇摇手哈。
可以同工帮忙你。主耶和华，我一直。好，我们把音乐降低，我们要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啊，声音继续没关系，音乐继续。我们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哈，因为你的祷告同样被神所接纳应许。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宣告的祷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牧师来带领大家做一个宣告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医治者，你是赐下恩典的神，你是医治的神。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在座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因为神是医治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排列的祷告，愿神垂听。也许我们没有一句一句把它完全的讲清楚，但是我们心中的需求，无论是肉体的病痛、心灵的病痛，主啊，都求你赐下你的医治。特别我们求神将你的医治，我们在弟兄姐妹或是在线上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有人有癌症的病痛，神啊，人的能力可能有他的极限，但神的能力大大要超越这一切。求你透过医师他们所做的诊疗，他们所做的一个治疗的方法，神啊，求你借由你所差派的医生赐下医治给所有需要治疗的，特别是癌细胞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我们所至亲好友，是吧？求你赐下这样的医治。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年老，有这样的退化的疾病，或是器官软弱的疾病，神啊，也求你赐下医治。我们许多年轻人忙碌，有时候免疫系统会受影响啊，我们的生活作息受影响，我们的睡眠也受影响。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里面得到完全的安息，得到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有忧虑，为了事情愁烦，或是有事情的工作业绩的压力，常让我们心中没有办法平安。神啊，让这些忧虑交托给神，神就赐下新的力量、新的智慧、新的平安。我们新年的开始，有人要恢复工作，有人要恢复去学校。主要让我们因为领受到神这样的应许，我们除去负面的思想，除去这一些不饶恕的怨恨，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到行新事的神，让我们得到新的祝福、新的恩典。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交托大能的主你的恩典手中，求你带领我们新的一年经历到许许多多行新事的神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感谢神，谢谢。我们请坐，我们请回座，谢谢你，谢谢大家。愿我们继续持续这样的祷告，神的应许跟医治也继续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我们的执事预备心啊，先来做奉献哦，先来收奉献，谢谢。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
众请坐。我们一起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来攻读：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主理陈坤生牧师，司理李龙谦长老，其他的侍奉再请同工们注意。周间聚会的报告，春节期间相关出席还有奉献的报告将延到下主日刊出。那本周五又恢复了祷告会，请大家预备心7点50在4楼的礼拜堂。第3页，本会消息。小会公告，本会定于12月19号主日召开定期和会的会员和会，请会友们预备心来参加。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2月5号邀请陈坤生牧师主持祷告培灵会，再请预备心，大家踊跃来参加。第3点，代祷函消息，欢迎报名2月27到4月7号耶稣受难前40天。禁食祷告，请会友们在1楼登记报名。第4点，本期的奖学金已经开始报名了，凡符合申请资格者到3月5号截止哦。第5点，其他报告消息的第4页。第2点，爱心午餐还有新年转角今天暂停供应，在2月5号才会恢复供餐。那接下来我们请夏牧师补充报告。好，感谢主哈。我们因为这个休假哈，所以周报在上个礼拜就印好了，所以一些奉献征信啊、出席的报告都来不及哈，下个礼拜一起刊出来。那先介绍新朋友哈，今天很难得，我们有从美国回来的一对夫妻了哈，陈琦先生还有陈丽娥姐妹有在这边吗？欢迎你们2位来，感谢主，欢迎你们。他们在美国是参加圣公会的聚会，欢迎你们。是玉琪姐你们的朋友哈，还送你。好，感谢主，欢迎你们新年快乐，谢谢你。牧师来做几点补充了哈，刚刚有提到说我们2月19号要召开会员和会。我们知道会员和会好像是一个例行的公事，但是我们也期待说会员和会大家来参加，来回顾过去1年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美好的事，为新的1年事工来带祷，所以期待我们的每一个会员，当天只有1堂礼拜，大家踊跃来参加哈。本来今天周报写说要印那个名单夹在周报，但我知道说这个礼拜好像大家休假还没有完全回来，我看一下今天我们第2堂好像回来6、7成而已啦哈，所以我们改说下个礼拜再印给大家看。今天已经印一份贴在1楼的公部门对面大张的哈，你看一下你的名字在不在里面就可以好像我们有电子档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有寄给我们小组长也许你再帮忙审查看看，有些名单漏掉了啦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那一天真的有事情外出不在请你能做一个请假的动作，因为请假表示说我们能够确认那个名单有几位，才能够让会议顺利进行。有请假，我们就可以把它列入不可抗力哈。好，这一点请大家帮忙哈。可以向干事或是书记长老、荣先长老来请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少纸化了，不是儿子的纸，是纸张的纸所以呢，比如说你家里有3、4个会友一个拿一本好像也没什么用途了哈。也许你就拿一本当纸本的其他用电子档寄给你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在办公室或是打个招呼说我要电子档不用实体的给我当然那一天来你可以先借来看看，再还过来也可以这样就省很多纸张一本100、200页也是蛮花纸张的这一点有点啰嗦，但是给大家报告一下。那第2点就是我们看这个投影片
我们下个礼拜就陈坤生牧师，我们常常请他来给我们培灵关于祷告的教导他2堂都不一样如果你能够来参加2堂更好了还有包括下午的特别要报名，因为我们的代祷团队的训练，我们去年、今年应该是去年跟前年受洗的会友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这个经历神营会的这样的操练期待我们这2、3年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排除万难，在下个礼拜来参加这个营会。当然，我们在2个礼拜当中也有这样的服事了不过因为时间不是很长，可能服事量不是很多我们的代祷团队会安排有受服事祷告的，有2位牧师也要来陪同来服事。但是下午那个时段，我们吃完午餐，我们就可以留下来参加。还有代祷团队啦，我们的侍奉同工，当然如果小组长你带领同工一起来学习，那是更好那更重要，我是说新受洗的这2、3年受洗的弟兄姐妹、新朋友来加入这个训练那第2章就是我们这个门徒学校有3个课程，同时从这个2月份就开始了。我一张张来介绍这一章是我们要邀请孙宝玲牧师，他是香港一位教授，现在来神学院担任教授。他特别一个延伸课程在我们教会开课好像就1个学期的一个课程是要讲《使徒行传》的今日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学校的正规的课程，所以要报名还要缴一点费用所以你若想要晋升你的圣经的一个造就，请你来报名，也是在办公室报名那3个我们的门徒训练的学校很重要。第一个是第1级的初阶的门徒学校，就一般的受洗的会友，还有新加入教会的会友，当然没有参加过的来研习，一共有19课那我们安排时间排的比较方便一点，就是你来参加课程之后做礼拜，同样礼拜天所以等于把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先上课，然后再参加第2堂礼拜因为我们教室有好多时间同时开课要看报名多少位，我们再来整理看哪一间教室适合，会通知你而且还有一些手册，要买手册给你，所以你记得要报名用网络报名或是电话报名都可以，或是到楼下签名都可以这个是第一阶的。第2阶层的就是要成为同工的要服侍者的一个进阶的操练我们也是2月5号下个礼拜天就开始所以呢，我们期待这个礼拜就把它报名完毕，不然你后面加上会有一点衔接不上那另外是我们的曾牧师，他要主持一个查经班很体贴他花2倍的时间，一个是白天的时间我们周报有写我们在这个早上礼拜3的早上还有礼拜3的晚上各1堂要查考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你希望对圣经有更完整的理解的欢迎你来报名。它有一个阶段完了，我们再重新招生这些都是我们新的一个事工了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在下个礼拜不是有那个祷告培灵会吗那在下礼拜就是2月12号，我们教会要举行圣餐圣餐就是新春的圣餐礼拜我们邀请我们由曾牧师来主持那2月19号就连续3个礼拜嘛，2月19号才是我们的和会期待大家把这个时间预备好，一起来参加领受神的恩典跟赐福期待新的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恢复各样的工作，求神赐给我们力量、信心让我们一项事情都很顺利好，我们就补充报告到这边，我们来做结束。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要永远
颂你。我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带领，在新的一年加倍恩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赐下恩典、力量、信心，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今天第二堂主日到此结束，会众请互相请安。